中华 KO 对今仔日开始举办24档一届的造就大典，拢总有35间奖标做回来落列。庙方人员甲高丽菜贴甲悬，拢是为着24年一届造就来准备。中华 KO 定位离到开始到明年1月初4，选定25个里35间奖标联合造就，其中有民众拢总捐出3600粒的高丽菜，要贴做菜山来祭拜，非常壮观。咱即摆盛产期吼，都用这安尼较好看，别有特色啦，别人无咱用啦。这边有较难的，即阵大家经济较好啦，早期阵大家经济无偌好，阵拢咧做田。中华 KO 好安宫甲永安宫是镇内两大信用中心，也是联合造就的主办奖标。造就由来有侪种讲法，其中一种相传是好安宫伫起庙时出现真济蛇，地方认为是灵地蛇血，所以两间庙伫1929年的蛇年同齐造就，后来就约定俗成，24年造就一摆。KO 好安宫是经过300个拆迁，上尾一摆就伫1915年。重建完成，1929年来造就大拜拜，安尼已经经历到即阵是第5摆咯。很多公庙毛1天啊，毛3天啊，本来跟湖湾公司总庙是7天的。以前很多活动，为青岛红山禁水，这红山都是以前的禁止打猎、禁水、禁止捕鱼。今年的 KO 造就除了有来自全台湾各奖标的新兵，同齐来感召，也有侪笑谈、肉山、花灯、美容等等。庙方表示，造就是要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平安，也望透过活动，互民众欣赏造就文化、民俗艺术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